好，今日嘅第一集機器，我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係乜嘅東西按樣板型，什麼什麼這麼的怎麼樣？好，面前係你形容嘅東西，後邊係佢愛形容嘅形容詞，比如講木材按貴，嚇，人生都按獎，嚇，嚇，一流嘅木嘅，嚇，按果，嚇，嚇，天奶按飯。都有可能嘛？啲嘅漂浮界下啊，最接講到嘅啫，拜託木材莫按貴，壓件莫按多，係冇？不論係木材啊、壓件，大家都希望講越便宜越好咩？嚇，下擺咧就向下來學一下呢下嘅機器，用版型講，按。這麼，木材莫按貴，木材莫按貴，房租不要這麼貴，房租不要這麼貴，押金莫按貴，押金莫按貴，押金不要這麼貴。押金不要這麼貴，我記得了，押金兩隻字再全愛合起來哦。下擺，家私莫按貴，家私莫按貴，價格不要這麼貴，價格不要這麼貴。好，你下學會嘅，用版型用呢個乜嘅東西？按樣板型一個機器，撒下來看一下下面嘅老屋主，約好啊，我去看屋嘅哦，到底佢兩隻有偏好些來模啊，來看下去了。